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所以来带大家看讲，这个全球粮食这个全球汽柴油价格拢直直的起，各国民众生活真正歹度歹过。巴拿马政府随便调降，咱讲汽油、柴油这个价格，上千人也是行上街头抗议通货膨胀，甲政府贪污。另外，Argentina 也出现农民抗议暂停粮食甲种生这个买卖，上街头来抗议政府这个税扣上悬。街道无啥车辆，抗议民众加入占条的举着旗帜抗议。随着粮食燃料价格一直起的影响，巴拿马过去2礼拜有工会工人将领街道示威抗议，和部分重要的公路封闭，嘛是巴拿马过去30年来规模上大的示威潮。虽然巴拿马总统科迪索11宣布调降汽油的价格，嘛停止10几种基本食物起价，严国民众有缘不满。El precio exigimos que quede en 3.0 como precio base. ¿Cómo él pretende que con 10 alimentos de la canasta básica que anotó vamos a poder subsistir? 共款部分政府个阿根廷当地13有农民组织发起抗议，暂停粮食，甲新竹的交易24点钟抗议政府监视市场收税扣税相关，伊个规定各部肉品出口的配合，互上客农民同时阵要求政府伫农收的季节供应农作机需要的柴油燃料。El gobierno tiene una visión equivocada de lo que es el campo. Evidentemente, en sus diagnósticos equivocados nos lleva a una excesiva presión impositiva, a un doble mercado cambiario que afecta a la rentabilidad. 若是小阿里13个街道嘛出现抗议人潮，连续2天封锁主要的交通，数千名示威人士组织伫国会边仔的主要广场，抗议政府一日通过税务新法加重扣税，影响人数达到50万人。严格政府认为过去的税务系统互企业有别用，造成企业用申报毋是聘用的方式，导致差不多149亿到2200多亿个台票，所以才会受罚。第一代理引起抗争的原因是包括英国《卫报》这媒体压出跨国公司 Uber 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向欧洲各国政府用利益交换的方式提供新创公司的股份，打造对 Uber 发展有利的环境。和真正意大利的客运车司机不满政府开放跨国公司 Uber 加入运输市场的竞争，13在罗马发动抗议，敦促政府守法。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这个全球政局有影无稳定，即阵来看斯里兰卡总统多蒙莱克亚 Smartif 了后，即阵上新的消息是伊的军机再移逃到新加坡。不过斯里兰卡国内状况是愈来愈乱，总理的徛家是被人放火烧，办公大楼要抗议民众冲入去。斯里兰卡随望进入紧急状态，按时宵禁，但是游玩也是乱糟糟。将入去总理办公室大楼的大厅的民众大声伫咧喊嚣，伫咧瓦郡大楼的边仔有一寡民众和警方用催泪瓦斯攻击。As you can hear, the security forces are just firing to the air as well as firing with tear gas. 接受批评的总统拉贾帕克萨，伫咧经济将要崩溃的引起民怨之下，表示伊愿意下台交出政权。严过选伫咧有定要发表实质声明的几点证据进前，带着保镖甲亲人最近流亡海外。伫斯里兰卡国内，按算后礼拜将由国会推举新任总统接掌政权。执政党目前打算推派现任总理威克瑞米辛赫接总统的职务，但是不满的民众认为，伊甲拉贾帕克萨关系正好，乃是伊前会张是实属拉贾帕克萨掌权17年的家族王朝。反对派也批评这项人事案是一项闹剧。公司新闻是嘉林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报道，这个日本政府决定在咧秋天为前首相安倍晋三来举办国葬。韩国朝鲜日报是报道，前美国国务卿这个蓬佩奥最近咧讲，世界独裁政府领袖，亲像北韩金正恩、罗西亚普京手段拢真残忍，要让看清因独裁势力。
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这个首相大卫在保守党党主席第一轮的得票，那是小赢 Mordaunt 是在党员票支持度非常的高。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美国6月通货膨胀是大起，不过最近1个月以来，油价有较落处，7月可能有转好的趋势。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伊讲这阵民主党执政的这个城市内底，想要找出方法下过最高法院的打台禁令。国内关心全球粮食危机一直变严重。罗西亚、乌克兰代表13和联合国、土耳其举行4方会谈，乌克兰7月出口问题受大进展。4方的代表咧，伫咧伊斯坦布尔成立这个乌克兰7月出口协调中心，后礼拜会见面来讨论5望通签订上尾协议。另外，北韩13是正式来成立欧东2个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乌克兰也随宣布甲北韩断交。自3月29谈判破裂了后，乌克兰甲俄罗斯代表13伫土耳其甲联合国的其中协调之下，再度伫伊斯坦布尔公岛。这场4方会议经过3点外钟传来好消息。Today in Istanbul, we have seen a critical step forward to ensuring the safe and secure export of Ukrainian food products through the Black Sea. In a world darkened by global crisis, today at last we have a ray of hope. 乌克兰是小麦大麦贩卖等谷物的出口大国，国供应全球市场交易量中，我一半的归回自由。要毋过，俄乌战争爆发了后，俄军封锁乌海东段出口，至少有2200万吨的乌克兰谷物控制存货。Arasında İstanbul'da müşterek bir koordinasyon merkezinin kurulması, limanlardan çıkış ve varışlarda müştereken bir takım kontrollerin yapılması ve ayrıca gemilerin buradaki tahıl ve diğer gıdalar taşıyacak olan gemilerin seyir rotalarının emniyetinin sağlanması dahil birçok teknik ve taktik konularda da mutabakat sağlandığını büyük bir memnuniyetle burada gördük.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拢乐观表示，后礼拜有希望达成长期买的协议。要毋过有政治分析家指出，恐惊有望有变数。Russia is not that much interested in making any concessions, as it wants to get concessions from the West. That's why the harsher is the problem felt by the West,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the food crisis, the stronger Russia's positions. 另外，俄军伫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北韩13也正式承认顿内茨克甲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是独立国家。乌克兰政府表达强烈不满，随即宣布甲北韩断交。公司新闻王安芳编译。尽管是乌克兰、罗西亚战争了，这个效应各国上界烦恼就是讲，一旦这个情势失去控制，罗西亚敢会动用核能武器？即阵美国纽约市咧就发布宣导的这个底片，甲市民讲哦，若准讲受到核能武器攻击，爱安怎来应用？不是有这款超前部署哦，民众反应说是感觉大惊小怪。纽约市的警报声是一直响，这个无到2分钟宣导的影片内底。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的发言人甲民众讲，有核弹拍过来，要求民众用简单的这3步，赶紧庇护好势。Step 1, get inside fast. You,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get inside. And no, staying in the car is not an option. 影片内底讲，为了防止辐射电的污染，入去室内就要甲所有的门甲窗仔门关好密密，而且尽量避伫室内中央，离窗仔门较远咧，嘛会当避伫地下室。If you were outside after the blast, get clean immediately. Remove and bag all outer clothing to keep radioactive dust or ash away from your body. 伫影片的上尾，佫提醒民众，都要持续关注媒体，也佫有官方发布的相关信息。等到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才会当出来。这个影片伫网络顶公布了后，随吸引真侪民众来看。有的人认为讲，确实应该建立危机的意识，不过嘛有人无咧信道。So I think this message is a little alarming. Quite frankly, there's so many other things going on to worry about. And if I have to find cover somewhere, I definitely will. But it's really hot today, and I honestly feel like I just can't be bothered today. Yeah, I mean, I think there was definitely a justified reason for it, just a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Yeah, I'm scared, man. I tell you the truth, I'm scared. I think about it a lot.
纽约市长出面驳回讲，这毋是咧甲大家喊，是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爆发了后，罗西亚一直放出会当用核弹消灭美国的信息，而且纽约市也阁有恐怖攻击的威胁。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再经深一度继续来关心美国通货膨胀继续咧抢悬，新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加率是来到9.1%，创下将近41档上悬的增加幅度。市场按算，联准会 Fed 7月会阁扩大幅度来升利率3至4码，10月咧阁可能升3码。美国民众真正气到，嘛连带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的这民调，上新民调显示讲，拜登的这支持度满意度剩这个33%。甚至有超过60%的民众无希望伊过来连任。为着要救这个通膨咧，这个压力，拜登拜三开始是访问中东国家，要说服产油国家增加石油产量来降低油价。美国通货膨胀来到新高，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报告，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加9.1%。Peaches are $1 each. It's kind of crazy. 最上美国 CPI 5月份的起价幅度就达到8.6%，6月份毋但比预测的8.8%较悬，佫创下1981年11月份以来上界大增加幅度。物价起无停，主要原因就是汽油甲食品价格一直真贵。All last year, this began, and they did nothing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temporary. Well, I think the Federal Reserve said it was temporary, so I think maybe we could blame the Fed more than we can blame President Biden. 总统拜登13日声明中表示，6月份的 CPI 悬价无法度互人接受，不过数据已经过时啊，因为过去30天的油价已经落价啊。不过这个讲法，民众是不是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纽约时报》10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施政满意度降33%，甚至连民主党支持者原来有64%希望2024年换人出来竞选，只不过拜登唔捌讲伊无要选啊。Are you predicting a Biden-Trump rematch of 2024? I'm not predicting, but I would not be disappointed. 拜登13开始展开上任了后，头一遍到中东访问，重要任务就是要说服波湾国家增加原油的产量，压低国际油价。另外，也想要改善以色列甲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来对抗伊朗、俄罗斯甲中国。You, in the past, said you'll do anything, and you say it again, that you'll ensure Iran would not acquire nuclear weapons. Does that also mean, sir, that you would use force against Iran? Is that what that means? If needed? That was the last resort, yes. 不过拜登前卡早踏入中东，俄罗斯总统普廷后卡就对来，后礼拜也要前往德黑兰甲伊朗土耳其总统进行3方会谈，甲美国竞争的意思正重。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所以看来讲，这日本政府决定要让日票维持在咧价坎，这阵台票换日票已经看到0.21台票换一日票这个日头，等于是讲换10万日块哦，会当比去年现赚2万多块。另外，美金和欧元这阵已经来到100日历史的这个深坎。嘛是咱讲的这个欧元历史上20档来上低，7个月来咱讲落差不多15%， 29.74台票就当换1欧元啦吼。虽讲美国消费者这个指数历史的这个升悬，不是个嘛因为这个汇率，和美国人来讲哦，去到欧洲消费，尤其是咧法国、香榭丽舍买车花的这个皮包啊，根本就是大拍折、大落价。反倒来看欧洲人若要去美国佚佗，因为汇率的这个政策费用都要增加袂少。20年来头一届，欧元换美金的汇率突破同款的金额，达到1比0.9998美金，了后反弹。巴黎乡下大道迄块咧啊，当地买高级货美国游客，大包小包是买甲欢喜价。Very excited that our American dollar is so strong just when I'm coming to Europe. So it would definitely encourage me to shop more. It's like it's on sale here, so we're having no problem shopping. 货差加上退税，美国人伫遮买一个贵贵的香奈儿皮包啊，可能会当省1000块的美金，差不多台票3万外。就算无买高级货，去欧洲旅游食较大，嘛拢会当感受到价钱变较俗。The hotel was a little less expensive, food is a little less expensive, and we can do some things that are luxuries that we enjoy. 欧元换美金的汇率，从今年初到今已经61.5%，主要的原因是甲罗西亚制裁，地区能源缩限，通货膨胀加悬。不过，在经济衰退压力之下，欧洲中央银行起利息的速度无像美国联准会遐紧。即卖欧洲人因为欧元变薄面临压力，
欧洲上大经济体德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起 7.6%， 靠社会救济民众是愈来愈多。Glaube ich, kann man nicht genug betonen, dass wir wirklich eine dramatische soziale Krise haben und die sich auch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noch mal verschärfen dürfte. Ich glaube, wir haben das Ende der Fahnenstange in vielerlei Hinsicht noch nicht gesehen, gerade was auch die Inflation, die Preise betrifft. 因为战争、疫情甲通货膨胀的危机无停歇，国际货币基金警告，全球经济发展无乐观，会调低今年甲明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其中对美国成长的预测已经为4月份的 3.7%调降做 2.9%，12阁降到 2.3%， 也若失业率是加悬到 3.7%。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来要带大家关心这个女性性别平权的重要性。先来看到 Vatican 教廷英国拢是男性为主，这阵教宗 Franciscus 来选定3名女性出任主教部，因为这委员会成员英国拢是男性，这回选女性真有重大意义，未来协助教宗遴选主教。另外咧，要搁带大家来到这个非洲国家伊斯兰这个国家，这个索马利亚最近有一个女性媒体叫做 Bilan Media，6名记者全部拢是查某囡仔，报道内容嘛拢和女性议题有关系，嘛希望透过这款女性专属媒体，帮助弱势这个查某人有管道讲出因家己的心声。magacayga waa shukri maxamed cabdi waxaan ahay gabar wariye ah。今年才19岁的阿巴蒂是非洲国家索马利亚一个小型媒体，叫做巴拉米利亚记者。这个媒体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内底全部6名记者拢是少年的女性，而且因所报道的新闻，拢总是以当地女性的议题为主。xilligaas oo safmarka COVID-19亲像这条新闻，就是在报道一个才16岁的单亲妈妈，伊家囡仔生落来了后，佮转去学校读册所拄到的问题。原本这款代志在真保守的伊斯兰教的国家是无可能互人报道出来，尤其是若牵涉到一寡性暴力还是性侵害的敏感问题，佮较是无媒体愿意报道。但是巴拉米利亚这个媒体，就是要互大家了解，索马利亚社会有真侪这款问题，需要大家来关心。sheekooyin waxaa jirto dadkeena u arkaan wax iska caadi ah laakiin ay yartahay in dabagal lagu sameeyo ama in banaanka loo soo saaro haddii banaanka loo soo saari lahaana xalal ay u noqon lahayd dhibaatooyin badan oo dhici lahaa。因为巴拉米利亚记者拢是女性，所以一寡性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家属，会较愿意接受访问，把因的故事讲出来。巴拉米利亚的報道，嘛，互真侪女性嘅觀眾感覺真有意義。sababtoo ah in xuquuqdoodii ay u doodo, in waxyaabihii ay u baahnaayeen ay ka war doonto, in focuska bilan ay saarto dumarka meesha ay ka nugul yihiin iyo waxa cabashadooda ay tahay si bulshada loogu soo bandhigo。事實上，巴拉米利亞是由聯合國所贊助嘅一個計劃，這個少年查某記者無使用什麼珍貴嘅機器，也是設備。敢若用手機來翕，用 notebook 電腦來加影片，就會當做出真濟對女性、對當地社會有幫助的報道。記者甘恩恩編譯。繼續要來看這個加拉帕戈這個 island 是開發 Darwin 進化論的一個所在，其中一個島嶼原本已經有100多年無看到長龜這個動物，7年前有科學家開始復育，最近嘛發現講這700多隻野放的長龜非常適應島上的生活。研究人員當日為長龜測量身長甲體重，這是位於加拉巴哥群島的上飛島，當地原生長龜早於大約150年前就已經滅絕。保育專家決定為2015年開始，陸續將742隻生活喺另外一座島上的長龜送到這野放，結果發現因適應甲真好，讓研究人員真安慰。Al momento, los resultados del monitoreo realizado el mes pasado nos indican que el 99% de las tortugas liberadas sobrevive en Santa Fe。專家表示，這項野放試驗計劃繼續5年多，即馬若證明長龜已經重返上飛島，因對島上的生態發展也有幫助。Y podemos decir, luego de varios años de iniciado este proceso, que se está llevando con éxito y se están restableciendo procesos ecológicos como la dispersión de semillas。加拉巴哥群島位於厄瓜多西邊大約1000公里的太平洋上，因為當年甲陸地隔絕，加上位於洋流匯集的所在，培育出豐富特殊的自然物種，互叫做上帝的生態樂園。19世紀，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就是來這悟出無經天敵的進化論。後來加拉巴哥群島成立國家公園，佮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受到厄瓜多政府的保護。目前估計群島上的長龜大約有6萬隻。公視新聞曾回斌編譯。
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